大家準備好啦，一陣間我哋就會請湯院長咧為我哋揭幕。好，請進嚟啦，湯院長後面呢度。現正嘅先生，有個數1、2、3嘛？要1、2、3，請揭幕。係邁進新嘅一頁，我哋會繼續作育英才，弘揚孔道。影緊啦，大家望鏡頭啊！係呢邊，係我哋呢度望一望，係。我哋要企埋少少啦，或者企埋可以企埋，冇遮地，冇遮住，企埋，我哋一齊，主席，多謝湯院長及各位主禮嘉賓，再次恭請湯恩佳院長帶領主禮團稍移玉步。嘉賓咧可以盡量企喺聖像嘅兩旁咧，同我哋一齊見證住咧聖像揭幕嘅儀式嘅喎。踩得㗎呢啲，係啊，踩得㗎。好，請揭幕。聖像嘅矗立咧，其實係象徵住咧孔道弘揚、惠澤社群嘅。好，請嗰個座位嘉賓咧面向我呢個位置，我哋咧先影張。請各位嘉賓咧可以咧係孔曆2565年3月初7，祭孔儀式現在開始，齊集，全體肅立。請湯恩佳院長就位。請主禮團上前一步。行上香禮，請湯恩佳院長藝香案前。上香，全體行3鞠躬禮，鞠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行獻禮，進酒，雷酒，獻樹收，獻果品，獻寶白，請湯恩佳院長行3鞠躬禮，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請湯院長復位。行望苗禮，
佛寶8鐳酒。請湯院長復位。祝聖禮畢，有請湯院長及主禮團稍移玉步到禮堂台上，有請咁多位。